你搞我个都没谁开，我为哪谁开呢？多大你搞个了？你对对的，他们啥他开了多，金多少？你谁他的有他包多手的包的，我的拿都拿去了不？你搞不来，都按你对嘞，一零明白，不多吗？我讲我干的，养我的嘛，人谁多钱？你讲金少不生个家了么？我他妈地都收银，他妈你他妈，这边的别动我有我欧美，把你们地不行我，谁多钱了？把你们地，哎，我他了没？我报多呢，报多不是？我谁钱了？我的地都多少呀？